刚刚是选举消息，民众党新的一任候选人高虹安，互人指控涉嫌利用查甫朋友做人头诈领助理费，这个风波是愈来愈大。有人也料讲，2019年两人交往的时，因男朋友李中庭是过2年才离婚，再加上对手林经人讲，2020年到2021年的3月，高虹安这个请因老朋友做工会的助理，结果李中庭却是真少的出现，敢若是挂名诈领助理费。对着这个代志，李中庭发声明。伊讲，实在高虹安毋是分外情，助理费的部分，所有的指控拢是胡白讲的。谢谢。暂时外出选战的纷纷扰扰，民众党新的市长候选人高虹安，昨暝伫咧新北市东区扫街拜票。不过国民党的对手林经人也料高虹安聘用工会助理，涉嫌诈领助理费含兼一个证据，比较高虹安紧出来做说明。本来这个助理就是可以兼职的，用头家身份挂保证，这个姓李的助理拢完成交办的工课。不过媒体前佫一摆也料李先生和高虹安的关系真歹，和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嘛知。第一个，这男的是她男朋友，你是不是有某种程度你曾经骗过郭董，说你们两个已经分手？这个男的是鸿海的员工嘛，对，所以那当然郭董当然蛮疼爱高虹安的啦。就是他跟他报告说他有交男朋友之后，郭董有去做这个男的一个调查啦，这样子。对，那就我了解，郭董当时是不赞成。佮传出郭台铭无赞成这段关系，是因为李先生人也够某，在已婚的关系中的交往，我想这都是完全子虚乌有的事情。高虹安的态度同款硬扁扁，讲会请律师收集证据提告。安那传闻内底男主角李先生发表声明，伫咧2005年5月，因为无法度客观因素结束这段关系。2008年高虹安来到鸿海做工作了后，两人才熟悉，用明确的时间点要来暂停讨价要件。因讲未来若是佮听到无影无迹代志，都甲因告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